大家好，我係周廣榮，我係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嘅講座教授。逆市讀測量係愛定係勇氣？其實呢個問題咧就兩樣都唔係。逆市讀測量咧其實係智慧嘅表現，因為樓市有起有跌啦。咁喺低潮嘅時候入嚟嘅時候咧，到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就差唔多就係個樓市去翻嗰個高潮啦。所以咧喺低潮嘅時候咧嚟讀測量系咧，其實就係智慧嘅表現嚟嘅。不過咧，其實唔單止咁簡單，因為其實測量師嘅需求咧，有啲情況係同個樓市係冇關係嘅。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測量師啦。咁例如係同樓市嗰個起伏比較有關係嘅咧，就係產業測量師同埋呢個規劃及發展測量師。咁至於屋宇測量師咧、工料測量師咧，同埋呢個物業及設施管理測量師咧，基本上同嗰個樓市個起伏咧就唔係咁大關係嘅。咁尤其是係工料測量師同埋建築測量師咧，咁工料測量師咧主要就係控制建築成本啦。咁唔單止係樓宇，其實一啲所謂基建項目咧都需要工料測量師嘅。咁建築測量師咧，其實就係同嗰個樓宇嗰個嘅保養好有關係。咁咧就係同新樓咧就唔一定好有關係，但係雖然佢哋有時都會喺一啲驗樓嘅方面咧會有啲咁嘅工作啦。咁屋宇測量師嗰個同樓市嗰個嘅起伏咧，基本上關係係非常之微嘅。咁所以咧讀測量系咧，其實咧就呢個咁嘅課程咧就唔需要理會嗰個樓市係喺邊個階段嘅。最主要咧就係話咧，你哋係對呢個測量師呢個工種咧係有認識同埋有興趣。咁咧就會發覺咧你哋讀完之後咧就可以揀你喜歡嘅工種咧去喺呢個行業嗰度服務。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關於測量師呢一個行業嘅發展咧，就可以喺香港測量師學會啦，或者係英國皇家測量師學會嗰個網站嗰度會睇到啦，或者多啲嚟我哋睇下我哋嗰個嘅開放日咧，咁我哋就會做咗好多嘅關於呢個課程嘅介紹俾大家睇嘅。